来最近伫个面册有人咧买台湾的护照，一本是买7000到1万块，相关买到了后，卖予中国的帮派。中国的帮派则个涨关价，以一本将近40万块卖予需要的中国人，伫个澳洲来出入。警方即届掌握到至少有14个人来卖护照，讲卖护照，相当会当判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 新闻出国摕中华民国护照遭套套，由澳洲佬免签，实在改变起。不过即马所有民众想准台湾护照的便利性，伫咧网络顶甲人配。一张相片出现伫咧做临时工社团，顶面写要买你的护照，或者是小夹信贷，强调要买你用袂到的护照，会当现金交易。佮讲会当先挂失，再佮交汇。广告小夹信贷拄少，向欠钱的民众来。一本护照会当趁7000到1万。警察掌握资讯，抓到伫咧台湾的电小姐，敢若含中国帮派伫咧交易，伊会到上共找适合保养人选的护照，对方提供住址，用办册到200个介绍备护照。 落尾中国帮派则佮用1万欧元，将近40万的新台票转卖予有需要的民众，则佮用快递寄到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希腊和印尼，差不多估计非法赚1500万。之前是大陆籍的配偶，那他在国内吸收宜兰地区的当地的不良分子，来从事这个收购，在网络上收受这个护照来买卖护照跟国人。 再度的来重申是犯罪行为，然后最终可以判到7年的有期徒刑。进前收破手、含车手，即马是收护照集团，但是看准台湾的护照介好用，就要110个免签。警察推测这嫌疑犯暗砍身份非法入境，动机恐惊有国安的目的。即马已经用组织犯罪罪嫌来侦判，而这背后佫敢若牵连到中国福建帮专伫咧做人蛇偷渡非法生意。即马检警会佫继续亲自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